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0月19，旧历的9月初3，礼拜一。新闻的头一条，惊险的警匪对立。新北市的警方伫5股的生态路来临检，发现一台轿车真可疑，都甲抓落来要甲查。但是驾驶毋若无爱配合，搁来冲撞着警方来逃走。这个环境向车链连开11枪，但是也是互塞车走去，一路走到8里的龙美路。 因为车链崩链，相关路车车弹的就走了。警方已经锁定对象，全力追查。警方大声喊爱对方落车，因不驾驶伫个车顶唔插伊，经过30秒雄雄加速。警方向这边车链来连开11枪，嘛是好险险走去。 警方赶紧就车起撞，这个地点伫5股的生态路，当时警方伫临检，未识轿车驾驶毋若拒绝临检，搁拍算要弄警方。来到代志发生地点附近的民众，拢有这个半暝庆声惊到。听到砰砰砰好几声呢，很多声。我还以为是鞭炮，结果听起来又好像不是，后来大家都跑出来看了。 伫警方追捕歹逃的过程中，加在无人受伤，嫌犯一路走到8里的龙美路，才因为链破风，车放来做伊走，车顶阁有枪支孔。目前警方已经锁定对象，专力要抓人。